係家俊 Jason。Jason 今日嚟到珠海嘅橫琴，唔好意思啊，應該叫做廣東嘅橫琴至啱。因為咧，早喺2年前咧，橫琴已經正式咧劃撥俾廣東省嘅省政府咧，就同埋我哋澳門特首咧去接管嘅啦。所以呢個地方咧係有好多嘅政策去支持嘅。而家咧 Jason 帶你哋睇咧係成個橫琴咧最平嘅河景住宅單位啦，位於我左手邊嘅。咁我哋背後亦都可以見到咧橫琴嘅科學城。佢嘅建築面積可以達到383萬平方，意思等同於係幾多啊？4000萬呎嘅一個龐大嘅住宅區啊！咁啊集合咗好多科創啦，或者係住宅啦，甚至係商業啦，以及係商業別墅啊，或者係我哋嘅呢個嘅公租房等一體嘅大型龐大嘅一個商業住宅嘅大型項目。Jason 嘅右手邊咧係橫琴嘅花海長廊。今日嘅天氣咧亦都好啱啦，咁啊最適合咧就過嚟橫琴呢個地方露營啦。啱啱我哋一班同事咧喺橫琴呢個地方食完飯 ，Jason 背後嘅係橫琴二橋，亦都係我哋小紅書當中嘅其中一個打卡景點嚇。咁我哋喺秋天時分咧，會見到好多嘅小朋友，甚至而家禮拜6日咧，好多嘅家庭咧去到花海長廊呢個地方露營啦、踩單車，而且咧我嘅1點鐘位置咧，右前方咧係芒洲濕地公園呢個地方。咁 Jason 咧會好多時候咧都會帶小朋友過去踩下單車，或者係到橫琴咧就感受下呢一度嘅新鮮空氣。OK， 而家咧就入去介紹今日嘅項目，就係位於我哋而家嘅左上方，基本已經係全部封頂啦，所有嘅外立面咧亦都已經係做好晒啦。喺明年嘅6月份就可以交付使用，2020年嘅6月份就可以交付使用。由珠海嘅國企龍頭珠海嘅國企珠江集團咧去開發嘅。而家入翻到嚟臨時嘅銷售中心，因為咧一直以嚟咧發展商係諗住係自持嘅，咁喺近段時間內咧就有呢個出售嘅諗法，所以咧呢個係臨時嘅售樓部，未來咧會有更大嘅一個售樓部展示下。咁我哋睇翻我哋嘅沙盤位置啊，呢一個係區位。而家我哋位於嘅係橫琴科學城嘅1期，佢總共咧係分咗3期開發，建築面積咧係73萬平方，等同於係去到760萬呎啊，相當龐大嘅一個佔地面積啦。橫琴咧，我過嚟呢個位置啊，位置呢個遠少少，可能大家會清晰少少。Jason 早喺4年前咧對橫琴相當之熟悉嘅，因為呢度嘅橫琴璽啦，或者係華發嘅幾個大型嘅樓盤啦，甚至中野日景公館啦，以及口岸周邊附近嘅呢部分嘅公寓咧、商業咧，我哋之前都代理好多，甚至成交好多。不過講真咧，接近有4年時間咧，冇點樣落嚟橫琴呢一個地方咧，就做樓盤代理啦。呢個咧係時隔多年咧，第一個再次落到嚟橫琴去介紹呢一個項目嘅。我哋可以睇到而家咧有橫琴以及係澳門2個地塊嘅一個版圖喺度嘅。咁左手邊咧係橫琴，佔地面積咧佢嘅面積係108平方公里嘅。咁當然咧可以用嘅住宅咧就相當稀少嘅，只有8%啫。咁到翻澳門咧32平方公里，我哋珠海係1700幾平方公里。咁我哋大家可以計算到澳門嘅地塊嘅大細。咁啊當然啦，到翻氹仔位置咧，好多時候咧都係靠填海啦，去增加佢嘅使用面積咧，或者係呢一個樓盤嘅建築啦。咁慢慢咧就我哋政府同澳門之間咧，將橫琴呢個位置咧列入橫琴澳門深度合作嘅一個發展戰略啦。包括中間咧喺我哋呢一個嘅琴澳活力核心區咧，就係一個澳門嘅新街坊，只限於澳門嘅朋友購買，以及係澳門朋友咧二手轉賣居住幾乎咧就係全方位打造嘅，將澳門嘅部分嘅居民咧就引入到去橫琴啦。咁我哋橫琴嘅發展咧，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個純住宅片區，當然啦，佢嘅好多嘅自然建築啦，或者係呢一個自然環境咧，都冇破壞到嘅。包括我哋嘅小橫琴山啦，以及係大橫琴山啦。嗱，咁佢分咗咧，就呢個琴澳活力核心區啦，當中咧有呢一個金融島啦、商業片區、商業體系啦。咁啊到翻我哋呢一個嘅輕軌連接翻到我哋嘅呢個生態健康休閒區咧，就以長隆咧就為一個大型嘅景點啦。我諗咧，我哋好多嘅港澳朋友，甚至國內外嘅朋友咧，都認識長隆啦。每年咧為珠海咧，大概可以增加3000萬左右嘅呢個客流人次。咁啊分為幾個館㗎啦。好多嘅家庭朋友咧，可能咧都有去過長隆，
甚至去住過佢嘅企鵝酒店啦。咁呢一個片區咧就以一個生態休閒啦，或者我哋嘅呢個高爾夫啦、網球館啦，全部集中晒喺呢一個片區。今次主要介紹嘅係呢一個橫琴科學城嘅片區。你睇下佢周邊嘅佔地面積，咁周邊咧佢自己有佢嘅一個橫琴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啦，係研究 AI 啦、科技啦等等。咁甚至係幾所嘅學校啦，容鴻公校啦、德威國際高中啦，甚至希爾頓花園酒店啦，全部仲有一個大型嘅景點咧，就係星樂道，咁係一個唔錯嘅露營酒店啦。咁大人小朋友咧都適合嘅。我哋呢一次咧介紹嘅係橫琴科學城嘅一期，就係呢一個。而家我哋嘅呢一個嘅模型板塊，從呢一幅圖都可以睇到，會更加之清晰。分咗3個地塊，咁其中科學城嘅1期、2期咧就係相連嘅。我哋呢一次介紹嘅咧係佢嘅1期地塊，隔離咧就係芒洲嘅一個隧道咧，以及係濕地公園。咁我哋再睇翻呢一個位置，而家我哋位處於售樓部咧，就喺呢一個位置。在售嘅就係我哋有呢一個標牌嘅6棟，1、2、3、4、5、6棟，一共係由6棟組成，總共係568戶。咁佢樓下嘅商業1樓至2樓咧，都係大型嘅商業體，去到6.4萬嘅一個商業相當龐大㗎啦。咁我哋就算係呢一個華發商都咧，都係珠海嘅南屏華發商都係13萬嘅呢個建築面積咁佢呢一個位置咧，等同於有一半嘅商業體，再加埋隔離咧呢一個商業地塊有5星級嘅華邑酒店喺度，而且底商咧係有2.5萬平方嘅商業，2個係有連梁相連嘅，等同於去到係9萬平方嘅大型商業喺度啦。整個橫琴咧最集中、最大型嘅商業體咧，將會係呢一個位置。咁大家都知道咧，橫琴嘅華發商都咧，亦都已經開業啦。人流咧，目前嚟講咧，的確算係唔錯喎。好多朋友咧會覺得，橫琴嘅華發商都有冇人流咧？Jason 咧再次出一條影片咧，俾大家分享下橫琴華發商都嘅商業啦。我其中幾個朋友咧，亦都喺嗰度做生意，咁有包括做餐飲嘅咬金姐姐煲啦，甚至呢一個不煩惱做呢一個嘅按摩啦、纖體啦等等仲有個做西式餐廳嘅，有3個朋友咧都進駐咗橫琴華發商都嘅。我哋再睇翻呢一個地塊，咁咧隔離嘅呢6棟嘅保障性嘅住房咧，係政府劃撥俾政府嘅保障性住房啦。再過翻嚟呢一個人才公寓，一共有6500幾套咧，都作為呢一個嘅公租嘅人才公寓啦。咁未來咧會係啲小面積30-40平方嘅公租房俾我哋嘅人才公寓啦。隔離咧亦都係配建咗幼兒園啦，以及係呢一個嘅商業庭院別墅。1期部分咧就由呢個龐大嘅商業體去組成啦。目前在售嘅係4棟以及2棟，發展商咧亦都係相當有誠意，率先咧攞咗呢2個位置最靚嘅俾大家啦。呢個位置係橫琴嘅花海場啦。到翻我哋秋天嘅時期咧，啲花嘅顏色咧係好靚嘅。咁望翻個隔離咧，就係馬騮洲嘅一個水道即係呢條江景啦，馬騮洲嘅江景啦。咁其中喺4棟以及2棟咧，係冇任何遮擋，只要喺3樓嘅情況下咧，就可以望晒成個江景啦。咁其中望內延嘅2戶咧，係94平方嘅2房2個洗手間。Jason 做咁耐咧，都係第一次見2房做2個洗手間。咁我哋朝北面嘅東北面嘅，就望翻呢條江景嘅係99平方嘅3房2衛，精裝修交付，均價大概係27000。其中咧有人輸出咧係25000，咁有部分嘅經紀人介紹咧係以25000嘅噱頭去吸客，但係當然啦，呢部分咧已經係冇嘅。咁你預佢均價咧26000、27000、28000，可能就較為會合適少少啦。咁其中2棟嘅戶型咧，可能就會較為多少少，樓層選擇面咧都會較為多少少嘅。呢一個價錢咧喺橫琴咧，的確亦都係比較罕見嘅。過往我哋嘅橫琴嘅呢一個華發嘅橫琴璽橫琴虎真係賣到你5萬幾、6萬幾，甚至7萬幾。望澳門嘅曾經賣過7萬幾。當然啦，地塊唔同但係27000嘅一個精裝修均價，現樓明年嘅6月份可以交付。而家我哋睇下示範單位觀眾朋友嚟俾大家睇下個景由呢度望落去幾靚喎，幾舒服喎。啱先我冇電梯我都冇睇嘅，呢個幾樓位仔？26樓。26樓。26樓望翻嚟嘅景好靚
賣緊嘅係呢6棟。咁尾排嘅大概11點鐘嘅方向嗰2棟，以及隔離嗰4棟咧係撥俾政府嘅。呢個政府人才房啦，我哋賣緊嘅而家呢6棟568戶啫。樓下係商業嚟嘅，1樓、2樓係商業，但係未來咧可以通過呢一條連廊咧連翻過去隔離嘅呢一個嘅人才房啦，再加埋對面嘅呢6500戶嘅人才公寓嚇。嗱，呢個係呢一個商業別墅庭院啦，再加埋呢度底商有2萬，隔離25000嚇，隔離2.5萬平方，都係有條連廊嘅。我哋自己嘅樓盤下方咧就係6.4萬嘅一個商業啦。嗰邊係紅磡大橋，個景我反而幾中意喎，夠光猛喎。不過而家呢個位西曬啊，呢個西南位嚟嘅，觀眾朋友啊，呢個西南位嚟嘅，周邊幾開闊，冇諗到呢個94平方原來可以望到江景添喎。嗱，入嚟睇睇客廳位置，呢個就係佢嘅交樓標準嚟嘅，交付標準啦，咁係簡單裝修啫。入翻嚟睇下第一間房，值得一提嘅2房2廁啊，睇下做2房2廁喎。入邊睇下先，佢個標窗做乜咁高嘅？呢個位置做咗一個好高嘅標窗，咁可能小朋友真係攞嘢就唔係好方便啦嚇。呢個標窗我都唔知點解會咁高同埋可以見到嗱，呢一個係佢嘅一個洗手間入邊嘅內籠啦。入翻嚟咧，佢由於佢嘅外形咧，佢唔係做方方正正嘅，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嘛，佢個飄窗位，佢做咗個弧度嘅飄窗啊。但係咧，我幾中意呢個飄窗喎，咁樣一路沿過去大飄窗，呢個景係幾靚嘅。而家咁就冇分主人房或者係客房啦。講真，2個房都有洗手間嘅，咁你點樣去區分咧？入嚟呢度係飯廳咧，一入嚟係飯廳，中央空調嘅。過翻嚟嘅廚房，用料咧，佢嘅交付標準咧稍微簡單啲。老實講啦，咁包括即係呢一種顏色搭配啊，就比較就會陳舊少少嘅，懷舊少少啦。咁再加埋即係可以睇到佢嘅用料咧，就較為簡約啲啦。咁後邊如果你即係接手住過嚟，呢一種其實可能未來會針對投資啊，或者對橫琴呢一個規劃發展提得到信心嘅朋友咧，咁而家呢個單價咧即係26000啦，嗱，我哋可以睇到其實成個廚房啦，開間算係唔錯嘅。出邊有個生活陽台喎，我俾大家睇埋個景啊！生活陽台個景啊！嗱，喺度望翻過去，都算有人流啊，係咪啊？唔係話並唔係冇人流啊！睇下嗰邊係花海長廊啊嘛，一個位置一路連落過嚟，一路連過嚟花海長廊。其實景係好靚啊，位置好靚嚇。時隔幾年冇嚟啦，我冇諗到即係周邊啲環境係好舒服啦，已經。再過翻嚟咧，嗰邊嗰個係套房，呢個就係客廁。嗱，咁啊行入嚟客廁，嗱，而且佢嘅客廁咧，呢個客廁就冇呢個就冇玻璃窗啦嚇。講真，呢個就冇玻璃窗啦嚇。呢個客廁淋浴區喺入邊啊！阿威仔你過嚟俾大家睇睇啊！個淋浴區喺呢個位置，淋浴區喺呢個位置嘅。咁過翻嚟就記住2房2廳嚇。可能港人咧就會比較適合啲，講我個朋友入翻嚟咧就呢一個咧就係朝西南，2間房同埋客廳咧都朝西南嘅，較為係方方正正咧94平方。咁當然咧，即係你話佢嘅得房率咧，實用性咧就並冇話純住宅嗰個稍微高，因為而家好多第4代嘅住宅咧，即係就94平方咧，絕對能夠做到個大3房㗎啦。咁當然咧，即係地塊同埋呢一個位置有所唔同啊嘛。不過我好中意呢，你睇下，好舒服個風，好舒服啊！咁啊，再睇埋其他戶型啦。呢個係94平方嘅戶型啦。嗱，我哋出翻嚟咧，呢度係電梯位嚇，2梯4伙嘅電梯位。咁我哋睇埋呢一個係一模一樣呢個係擺咗家私電器嘅創意示範單位，俾大家入去感受下啦。呢個創意示範單位，首先嗱入到嚟啦。我哋另外嘅同事 Chris 同阿 Nicky 都喺度拍緊，我哋唔阻佢先，我哋去睇另外一個大嘅單位先，睇下呢個99先。我哋睇下99，哇！嚟到呢度真係另外一種好舒服嘅自然風喎。99平方，3房2衛，OK，入去睇下先。
咁呢個戶型有一個好處，佢自己單獨翻嚟嘅呢度，夠私密性喎，冇人會過嚟你屋企噶嘛，再加埋呢個天井位咧透風入嚟睇睇先，99平方做橫廳個佈局喎，呢個就冇露台位啦，但係咧就有個玻璃圓弧形嘅玻璃窗，哇！呢個景係其實 OK 喎，你睇下橫琴二橋落邊嘅花海長廊一路連通過去。威仔俾個鏡，呢個踩單車呢位朋友，翻嚟大灣區退休度假，咁咪一路踩住部單車，咁啊按照呢一套可能係27000就200幾萬啦，270-800啦，咁俾首期1.5成，大概係40萬左右有啦，咁講真算係豪宅單位㗎啦。呢度咧就係一字形嘅廚房啦，咁啊入邊咧有個生活陽台嘅，呢個廚房應該幫唔到啦，條柱喺度嘅。我幾中意個景咧，一定係靚㗎啦。而家26樓，當然啦，3樓以上你個景你就可以好靚㗎啦。入翻嚟係客廁，入翻嚟係呢個客廁位置，俾大家感受下。開間呢個99平方咧，反而俾我嘅感覺咧，佢嘅得房率咧好似就會高翻啲。3間房，過嚟呢度公主嘅房間。細房間啊，嗱，俾大家睇睇啊，嗱，等我睇下，呢個做咗小型嘅榻榻米嘅啫，大玻璃面，但係望出個景咧，以後一定係會好靚，就算你低樓層咧，個景都好靚。呢間係細啲，駁到嘅喎，呢度駁到嘅。假如你將佢做咗個大房 OK 嘅，隔離係帶露台嘅，而家咧就同你做咗個上下嘅小朋友嘅 lock 架位置啦，咁你。係咪先？既有童真嘅一種設計啊！再出翻去呢度帶個半弧形嘅露台，哇！呢個位係啊，呢個仲靚啊！係咪望晒過去？3樓就好靚噶咯喎！真係喎，我第一次好少有即係而家橫琴嘅住宅攞出嚟出售嘅嚇。咁的確個景咧係靚嘅咁你話價錢咧就睇翻自己認為適唔適合啦。咁或者即係有興趣嘅可以叫 Jason 過嚟，不妨試下同發展商攞多少少折扣。因為咧呢一個戶型咧，講真佢係賣緊橫琴嘅住宅稀缺性啦。喺橫琴佢有一個缺點咧，就係佢住宅地塊咧相當稀缺嘅。咁包括之前嘅橫琴嘅華發嘅橫琴府啦，真係一放出嚟就冇㗎啦。嗰邊嗰陣時啲單位。一放一套就冇一套，放一套就冇一套，因為大家咧好多咧都想入戶橫琴啦，未來即係小朋友對呢個學業啊，或者係入到去橫琴科技大學等等啊，咁當其時橫琴嘅政策封關咧，所以咧即係我哋好多北方咧嘅朋友咧對橫琴呢個地方地塊政策係一直係好追捧嘅。咁好似呢種住宅單位咧係較為係稀缺少少嘅。我哋睇翻個主人房咧。其實有成11-12個平方嘅，夠方方正正嘅。入邊咧就仲有個洗手間位，都係大玻璃窗嘅嚇，唔使擔心暗房嚇。呢個係玻璃窗位嚟嘅。我幾中意嘅呢間主人房望出個景，對面係紅灣嚇，對面係紅灣。見到中邦二龍灣嘛？右手邊嗰度之後望翻過去對面係保稅區。呢個貨櫃碼頭，紅灣嘅貨櫃碼頭。當然啦，唔係遊艇碼頭但係咧，即係望出去個景咧，視野咧有條江咧，都好開闊，好舒服嘅。咁我哋就兩個示範單位，以及係呢一個嘅交樓標準咧，都已經係全部睇晒啦。咁今日咧，Jason 咧就過到嚟橫琴呢個地方，同大家咧就介紹咗橫琴嘅呢個科學城咧叫做琴澳灣均價大概係27000啦。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 WhatsApp 俾 Jason，俾資料你先參考下，或者咧聯繫 Jason 過到嚟實地咧睇下呢個景，感受下。呢集就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